那我们就继续了哈，开始上课。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动词句型的妈型结束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中缀的 on。等我30秒。Sa tapang kita minanam tuta jamnu bangsa好。我大概先说一下哈，因为这个每次上还是要把那个上课的核心思想先说一下哈。我们这一期开始上了之后哈，就是从前面上到这几堂，我们讲的主要就是要讲这个句型哈。句型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怎么说，那方法有几种哈。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动词句型。这个动词句型，也就是说，把动词放在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动词就放在前面。那可是因为动词要变成主动动词，它有好几种，对不对？有动词有咪型的，有妈型的，有中缀的，所以它有好几种。那有几种呢？有五大动词的这种构词跟这个句型有5个。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前面讲的就是讲到咪型，如果使用咪型的动词怎么讲，妈型的怎么讲，妈型的有一些是没有受词的要怎么讲，就可以去应用。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主要的核心想法了，就是你要怎么说话，有几个方法这样子。那不是只有动词句型后面还会讲到一些别的句型，像名词啊、名词的句型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中缀on， 那 on 怎么加就是放在第一个字母的子音字母的后面那其实我们那个表里面，各位都有拿到了，其实中缀的字也不多，中缀的字也不多。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就是如果我们使用中缀的动词，然后是可以有受词的，想一下中缀的是可以有受词的，那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去造句好，我们来看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属于被动句型被动。好，那被动的话，字根是感恩，那这个都是中缀的字根是可以加中缀的，所以我先说一下字根是感恩，如果是主动词呢，它要变成主动动词呢，就是加中缀，古马恩这样子我先说一下因为讲到这个中缀嘛，字根是这个感恩是字根，那它是中缀的，所以我如果要变成吃这个主动吃是加中缀进去所以加在这个 k 的后面，古马恩就变成这样子吃就被动的一个吃。那感恩本身就是动词，那加了中缀之后，它的意义不变意义不变，它还是吃只是它变成我们在句型使用的一个方式当我要吃主动吃的时候，就要加中缀进去这样子那被动呢？被动句型里面呢，马感恩就被吃嘛，主动吃是感恩，被吃呢就马感恩，它的中缀就不加了直接前面加一个马感恩就是被吃。好，我来念这个句子被动句型，马感恩宁拉古弟弟有个受词对不对？要受词人呢乌尼亚弟弟古弟弟好，这是它的这个格位标记那这个肉是被吃的马嘎恩古弟弟就是肉被吃，马嘎恩古弟弟肉被吃，马嘎恩尼玛被谁吃呢？
被他吃哈，宁拉马嘎恩宁拉古迪迪，所以你看哦，我顺便讲其他的哈，就是我们在有时候对话的时候会使用的一个方法。你看啊，我先讲一下肉被吃怎么讲哈，没有那个主格哈，马嘎恩古迪迪就肉被吃，马嘎恩古迪迪，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动词都放在前面，肉被怎么样，肉被怎么样，肉被怎么样。好，那如果肉被他吃呢？被谁啊？我先问好，如果被谁吃呢？马嘎恩尼玛，马嘎恩尼玛，尼玛就是说是谁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回答的时候，我可以照着我的那个问句去做回答。那马嘎恩尼玛，我就古弟弟，我先不要，我把弟弟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受词是肉，我可以省略它。马嘎恩尼玛，那被谁吃呢？马嘎恩尼拉被他吃，这样。像刚刚那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有问说，伊拉玛登耶路那么古米哈阿古，哦，我刚是这样问嘛，伊拉玛登耶路古米哈阿古，然后那个，然后有一个人回我，我不知道是谁哦，应该是那个 Alex 对不对？Alex 有你说 X 是怎么回去？伊拉都这样是不是？马登耶都哎，你好像说马登耶都，所以其实你可以用我的那个问句去回我，就是比如说。伊拉马登耶尔公伊哈阿古，你就回伊拉马登耶尔有没有？就我问句的前两个字，伊拉马登耶尔伊拉马登耶尔公伊哈阿古，然后你就可以回我肯定句的话，伊拉马登耶尔，有没有？我前面我的问句是伊拉马登耶尔公伊哈阿古，然后你可以回我伊拉马登耶尔，就这样子。哦，这个是最简单的那个阿美语的那个对话，就是我直接用你的问句来回你。哦，这个是最容易那个达到那个就是对话的那个方式之一哈。那这边也是一样哈。好，那我们继续看哈，被动句型，马嘎恩尼拉古弟弟肉被他吃哈，马嘎恩被吃，没有中缀哦哈。虽然这个是中缀的字根哦，但是被动句的时候是不用中缀啊，直接加一个妈前缀，马嘎恩这样。好，那如果是强调句怎么使用呢？感恩呢？这个应该都如果有复习的话，应该都还记得哦。感恩呢后面加后缀 n 啊，感恩呢宁拉古弟弟，肉一定要被他吃哈。所以我跟你说，感恩呢宁拉古弟弟，肉一定要被他吃。所以我现在在跟你说话哈，感恩呢宁拉古弟弟，所以那个要吃肉的人不是你哦。我在跟你说话，可是我说，我强调那个肉一定要被他吃，那个人不是他，不是你哦。我现在在跟你说话，要吃肉的不是你，是他哈、哦。所以感恩你那个弟弟是强调他一定要吃这个肉，肉一定要被他吃了。哦，这是强调句，被动，被动句型。好，那如果是祈使句呢？这个就很简单了哈。感恩那个弟弟，强调句是对你说，但是感恩你那个弟弟是强调他那个肉一定要被他吃哈。那祈使句呢，就是命令句哈。所以我现在说感恩那个弟弟要吃肉的人就是你，肉一定要被吃哈。感恩那个弟弟，所以那个要吃肉的是你，因为我在跟你说话嘛，所以一定要吃肉的是你。那个肉一定要被你吃的意思哈。好，这三句啊，刚刚忘记跟各位说哈，就是一样啊，三句啊，我不知道你们已经在写了没有。好，我们来做练习啊，练习看看中缀的字不多哈，
那其实我也希望那个我们旁听的学员也可以自己练习啦。如果说你既然进来听的话，就练习看看。好，虽然我们那个线上人不多哈，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一样练习哈，练习这三个被动句型、强调句跟祈使句啊。有受词的有好几个，对，7个，在讲义里面有7个，可以使用一下。没有关系啊，就不用急啊，就是找到正确的字，然后练习看看这3句哈，中缀的中缀型的字根，有受词的。我们先请吴发来念你的例句。はい。またすぐ这个金了，他被刺到。的是跟努这个金了，他一定要被刺到。的是跟金了，他一定要被刺。好，谢谢吴发。好的色，所以字根是的色好，刺穿。这个字其实我们部落也很少用哦。那刺的意思哈，那其实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呃是插哈，我们那边比较使用的意思是插哈，不是那个插，不过是那种比如说那个柱子啊，就插在地上，或者是说铁棍插在这样的色这样，所以它其实也是那个意思哈，就刺。好，那它是中缀的字根哈的色，那的色就是被刺哦。那被什么刺呢？马的色跟努这个就是被这个就是那个它被刺。好，那个欧巴这边的那个刺哈，一般来说只会刺的，可能都是那个鱼刺了哈。我们平常会讲这个哈，一般来讲都会指是鱼刺了，因为那个鱼刺比较容易怎么讲？因为它比较细，所以比较容易刺到，不管是嘴巴或者是说手啊。那个鱼刺，它有可能是除了我们吃完鱼之后的那个鱼刺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翅膀的那个刺，那个也很利嘛，那个也可以讲这个这样子。那我们吃完的那个鱼刺，那个就是骨头里面啊，鱼骨啊，我们也会讲这个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中文翻译哈，像我发的这个马德斯跟这个请让哈，它的中文翻译其实我们如果是都是怎么讲？我们如果都是族人哦，这个中文字中文翻译其实是可以的，他被刺到。可是如果他不是族人呢，他就会误会哦，他就误会说那个刺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只讲刺的话，他会不会误解会是那个剑啊之类的，或者是说那个标枪啊，或者是尖尖的东西哈、可是那些都不是讲，那个都不是这个哦，这个其实一般讲就是鱼刺，或者是那个这个我在
后面再来确认好了。因为如果是别的，像被针刺，我们直接讲凌乱嘛，针是凌乱嘛。那被尖尖的东西呢？比如说像那个老人家会做那个竹椅嘛，所以他们会削那个竹片啊、竹条。有时候削一削会削到那个很细的，不小心会刺到手哦。可是那个东西我们也不会讲这个，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那个这个讲的都是讲鱼刺哦。所以这个中文翻译，没有关系啊，我只是提醒午饭哦。如果说我们为了要更精准的话，直接讲鱼刺就好了。他被鱼刺刺到这样子。好，那我们继续哈。第二句是 the second 后缀 en 哈，the second no 这个进了。好，他一定要被鱼刺刺到，这也是了哈。那这个感觉好像要报仇这样子，是我被吃的，所以我就跟你讲，他一定要被鱼刺刺到，所以这个的那个场景就是好像一定要报仇的意思哦，或者是诅咒，是不是？这是跟这个景了，他一定要被鱼刺刺到这样。好，像那个我发的第二句，这个就自己去揣摩出他的那个情境哈。这一句是没问题的哈，是可以这样讲的，只是说不晓得是哪一种情境了。好，那第三句呢？这是根茎了，它一定要被刺啊。那可是，嗯，这是根，我想一下哈，这是根茎了。像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命令句哈，我想一下哈，我们讲的那个命令句，好像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PPT 哈，我们尽量在使用祈使句的时候，那个嗯，想一下，好，那我们来回到那个讯息栏这边哈，我们来看那个 offer 的第三句哈，这是更紧啦，这个哈。这个的情境，我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讲这一句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跟紧了，意思就是命令你，就是一定要让另外那个人，就是他哈，我就是命令你让他被刺，这是跟紧了这样子。好，那被刺的人不是你哦，所以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哈，如果要完整的翻译哈，如果要完整的翻译就是。虽然那个字很简单哈，因为我们那个字里面的是根茎啊，那他一定要被刺，那个情境就是我命令你一定要让他被刺，哦，那个意境是这样的哈，你呀、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根茎啦，就是你一定要让他被刺，这个意思哈，这样就可以比较理解啊，因为我刚刚差一点误会这个字哈，这一句。好，我希望各位可以理解哈，揣摩一下哈。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德罗尼乌嘎古阿多尔时常被乌嘎跳跃。德罗珍尼乌嘎古阿多尔石墙一定要被乌嘎跳跃。德罗珍古阿多尔石墙一定要被跳跃。好，谢谢 Alex。好，字根是 drot 是跳跃嘛？drot 这个字我也很少用 drot，然后 madrot 就是被越过、被跳跃 madrot 呢，乌嘎是一个人。
好 ，matrosku ador 就是石墙被跳跃哈。matrosku 什么东西 ？matrosku ador，matrosku 我们按水沟好也可以，水沟怎么讲 m a t r o s k 就是被什么东西被越过、被跳跃哈？被谁跳跃呢？因为乌嘎是人哈，所以他这边因为被动句型是用属格，对，所以前面用你哈，不是用鸡，是用属格。m a t r o s ni 乌嘎古阿多石墙被乌嘎跳跃越过。好，那如果是强调句呢 d r o z e n ni 乌嘎古阿多。好，我现在跟你说哈，强调句哈，是跟你说 d r o z e n ni 乌嘎古阿多。这个石墙呢，一定要被乌嘎跳过。那我现在是跟你说，我不是跟乌嘎说，所以你也不是乌嘎啊，你是你。我只是跟你讲说，强调说，这个墙一定要被乌嘎跳过、跳跃哦。德鲁珍尼乌嘎古阿多了，好，德鲁珍古阿多了，好，这个又跟那个上面这个不一样哈。德鲁珍古阿多了，这个就是你要跳石墙了哈。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起始句嘛哈，德鲁珍古阿多了，现在我不是叫乌嘎去跳了，我现在是命令你跳跃哦。德鲁珍古阿多了，所以是你哦。好，那像我们比较一下哈，比较一下刚刚那个我发成的那个第三句的是跟金啦，因为它有那个金啦。那我们回想一下哈，的是跟金啦，我们可以对照那个我发的第二句的是跟努这个金啦哈，它一定要被鱼刺到。那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这个是命令句哈，的是跟金啦，它一定要被刺，但当然没有讲这个哈，就是说一定要被某个东西刺了。那是你要刺它吗？的是跟紧了，是你要刺吗？也不一定，你只要有办法让它被刺就好了哈。的是跟紧了，它一定要被刺哦。那这个是你的动作，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跟紧了，就是你要做这件事，就让它被刺。那是你自己刺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你就要做这件事就对了，你要让它被刺哈。好，那这个呢？Alex 的德鲁珍古阿多尔，这个是你要自己跳哦，你要自己去跳过那个石墙，跳跃哦。德鲁珍古阿多尔，我现在跟你说，德鲁珍古阿多尔，那你就是你要去跳，好，因为我跟你说我是命令你嘛，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那请秀兰姐念你的例句。伊拉基秀兰姐，哎，有听到吗？秀兰姐，那我们来看那个秀兰姐的那个例句哈，她应该没听到，那我直接帮她念哈。马苏阿了，好，马苏阿明拉古法基，叔叔被他说马苏阿明拉古法基，好，第二句呢，苏阿人明拉古法基，苏阿人明拉古法基。好，叔叔一定要被他说。第三句呢，耍人古法基，叔叔一定要被说哈，耍人古法基。好，那我们来看哈，秀兰姐的这三句哈，字根是耍了，这个是没问题。好，那如果是被动呢，马耍了，叔叔被他说，这个也在部落里面常常用到，马耍了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字来就是念。
我们中文都讲念哦。如果说妈妈得谁凉有没有那个念的意思哦？就是用我们就是用那个 swallow 啊，swallow 就是被念哦。所以如果被念，叔叔被他念，可能会更容易理解那个意思哦。虽然我们都翻成说话，那个说啊，不过在这个时候可以改成念，因为那个念，这个好像是我们现代用语了。这个念它不是念书的那个意思哈，有责备的意思哈，所以叔叔被他念，这个是有责备的意思哦。说了，说了你拉古法基，所以也就是说哈，嗯、如果在部落里面哦，这个他啊，他就是秀兰姐的第一句啊，这个他叔叔被他念嘛哈，那这个他的辈分应该是比叔叔还要高的辈分哦，好，应该是啦，因为不太可能晚辈会念长辈嘛，所以他的辈分一定是比他高的。那那个这个他是谁，你就自己去揣摩哦。有可能是叔叔的哥哥，或是他的爸爸、阿公之类的哦，或是他的老板，哦，都可以是他。哦，好，那我们来看那个秀兰姐的第二句哦，索人，好，强调句哦，索人宁拉布法基，叔叔一定要被他说。那这个也是一样哦，就是我在跟你对话，索人宁拉布法基，叔叔一定要被他说了，被他念，被他念，改成念哈，会比较好。好，叔叔一定要被他念。好，第三句呢，索人古法基，嗯，索人古法基，好，叔叔一定要被念。那这个我想一下，看会不会有问题啊？你看呢，索人古法基，如果我们中文翻译要翻成，我们前面都翻成念嘛哦，因为叔叔一定要被说。索人好，那我们换一个方式哦，因为你看哦，我们第三个起始句是命令嘛。如果我现在跟你说，索人古法基，叔叔一定要被念，是被谁念，你知道吗？是要被你念的。可是我现在在跟你说话，然后我叫那个人叫法基，然后我还叫你去念那个我称呼他为法蒂的人，哇，那这个这个什么我先说一下哈，这一句是没有问题哦，不过那个情境会很混乱哦。我来说一下，你看哦，我命令你，所以感觉上我们是平辈嘛哦，因为我命令你，你要么是我的晚辈，要不然就是平辈嘛。可是我还命令你去念那个我称呼他为叔叔的那个人哦，叔叔一定要被念，所以这个情境有点很不合常理哈、哦。不过我先说一下，这一句的文法上是都没有什么问题哦。中文翻译的话，我们只要说叔叔一定要被念也可以哈、哦，被说好像比较不能表达哈、哦。那如果说我们从中文来看，如果把这个说变成念哈、哦，叔叔一定要被念，那这个整句的那个意境就有点混乱了。所以在合理的场景的话，把这个熟啊了翻成念就比较不合理。
但是可以改成那个告知或者是通知，告知啊，可能有重要的事，叔叔一定要被告知，这样就可以了。soalan gufaki 就是说，可能家族里面有很多事，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少布阿里有那个马哈努米大家那个中青会哈，有事嘛哈，叔叔可能还没到，所以那我就提醒你啊，就是你可能是我的表哥表弟啊，所以那个我说的那个叔叔可能就是你爸爸，我叫他叔叔，那他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们是平辈嘛，所以我就命令你，因为我可能那你就是我的表弟，所以我就命令你，抓人个法 k 就是说你叔叔一定要被告知，哦，这个说案这边我们就改成告知这样子哦，在这一句里面哈，在这个第3句里面，这样的话就全部就合理了，这一句话也可以讲，而且没有不礼貌，因为你本来你是我表弟嘛，我当然可以命令你啊，所以没有不礼貌，而且把这个重要的事一定要让叔叔知道，就是说要让叔叔被你告知，耍任个法律就是叔叔一定要被告知、被通知，这样子。好，我刚刚有看到那个秀兰姐刚进来，是不是？所以难怪你刚刚没有进来嘛，哈。进来啦。秀兰姐，我刚刚前面讲的，你有听到吗？有。我刚刚说的，你前面也有听到吗？我就听到后面的。后面的哦 ，OK。哎，好，那因为那个我刚刚哈变成通知咯。对，我在我刚刚以为你有在上面，后来发现你后来才进来，所以因为还是要尊重你一下，就是要跟你讲一下，就是像那个前面好吗？刷了宁拉古法基，叔叔被他说，我把这个说哈刷了，我把它变成念，就是被他念就是在那个念哈，因为被他说好像比较无法表达那个感觉啦，所以我改成念刷了这样子哦，刷了，这个也是被他念啊，马苏瓦里都又被念了，有没有？我们部落常常这样用，所以我改成念哈。那我刚刚有讲说，你可不可以先关掉你的那个麦？好。那我刚刚有解释哈，我再重新解释一下，看看就是让旁听的可以再更清楚理解那个意思哈。第一句像马苏阿尼拉古法基，叔叔被他说哈，那这个是我在描述一件事嘛，就说这件事呢，就是马苏阿尼拉古法基被他念哈，那这个他应该就是叔叔的长辈，要不然就是他的老婆，只有老婆才会念老公嘛。所以我在讲一件事哦，叔叔被他念，所以这个他，要么就是叔叔的长辈，要不然就是他的老婆。哦，不可能是这个他哈，不可能是比叔叔还要低阶的。其实我这个是有把我们那个阿美族的这个传统礼节礼数哈放进去了哈。好，因为我们在说族语嘛，因为这样的事情在部落里面一定是这样子嘛哈。那如果说这个他是叔叔的晚辈，那这件事我觉得就不应该被讲出来了。因为这是没礼貌的一件事嘛，好，这样可以理解哈。我现在在解释那个意境哦。那第二句呢，耍了宁拉古法基，好，
叔叔一定要被他念。哦，对对对，那这个他也是一样哈。我现在在跟你说话嘛哈，因为这个第二句是强调句，我在跟你说，然后这个叔叔一定要被他念，这个他跟上面的他也是差不多，就是他的长辈或者是他的老婆这样子哈。耍人民的国法给，这个第二句也没什么问题。第三句哈，耍人国法给，你看这个是因为这个是祈使句嘛，我们这个例句里面第三句我们使用的这个是祈使句的这个例子哈，所以如果我跟你说耍人国法给，这个事情是你要做的哦，因为我命令你哦。我是其实就是命令你去做这件事，做什么呢？去让叔叔被念，所以是叔叔一定要被你念的意思诶。如果是讲完整的，哦，就是因为你要做这件事哈，就是让他被念。那现在有个问题哈，你看哦，就是我在跟你说话，我是用祈使句的话。那有两个，就是我们的关系哈，有两个，我们要么就是平辈，要不然就是你就是我的晚辈，哦，就是这样子，我才有可能用祈使句啊，或者是说长官部属嘛。那可是你看哦，我既然叫你去念叔叔的话，我都叫他叔叔了，然后我怎么可能会就说这个是就是你啊，你不可能是叔叔的长辈嘛？哦，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不可能是叔叔的长辈啊，因为如果我都叫他叔叔了，然后你又是叔叔的长辈，那我怎么可能会命令你嘛？对不对？娟安姐，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哎，可以，对对对，所以这个就不能，就说如果我们要把你的这一句啊，把你的这一句改成很合理的话，把那个俗话的改成告知，或者是可以，通知，对对对，就告知，是因为可能有事情，那个叔叔不在，所以我就是命令你，而且你是跟我平辈的，长辈也不可能啊，哦，就是说平辈，那我就是命令你，因为很重要嘛，所以我就用命令的方式。所以能够法给就是说让叔叔一定要被告知这样子。那什么这样子哦，这样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哈。哎，可以理解，可以理解。OK，我们因为哈我会讲的比较稍微详细比较多一点，是因为我怕会被误用了。那一方面也厘清我们到底，我是希望能够讲清楚一点这样子。那大家既然来学，就是说可以完整的理解这个所谓的这三个，因为我们都一直在使用这三个方式嘛，哦，强调句、祈使句这样子，然后前面第一句是主动句型或者是被动句型这样子。好，那只有3位哈，我刚才讲蛮久了，应该后面没有那个哈，没有人会再写上来。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啊，第2页。好，那这个就变成我们要现在开始找这个名词。哎，我刚讲啊，我刚没有注意到啊，刚应该是要用那个动词字根哈。好，没有关系，像那个现在一样用名词字根哦。那个秀兰姐现在一样也是用名词的字根哦。你刚刚那个是名词的字根哦，我刚刚没有注意到。好，我先来看一下啊，我来念一下这个句型。那看一下 PPT。
这个中缀 om 型的动词名词字根那后面是可以接受词或者是不接受词的词汇也不多，规则有时候也会变化我们来看主动句型的话，字根是 swal swal 这个 swal， 如果要变成主动句型、主动句的话就一定要让它加上中缀一定要加上词缀，才能够在句子里面被使用了。Semua jingla tu suara nu bangsa， 好 ，suara nu bangsa 有没有？这个 suara 就是名词嘛阿美语或者是说阿美族的语言这样子bangsa 就是阿美族嘛。那阿美族语就是 suara nu bangsa 这样，所以就可以套用在所有其他的族语里面比如说泰雅族语就是 Suarno 达鲁固是泰雅族吗？泰鲁格族Suarno 达鲁固就是泰鲁格族语这样。Suarno Dayam 就是泰雅族语，就这样子好 ，Suarno America 美国我们都会用 America 这样就是美语就是美国语这样。好 ，Semua jingla tu suarno bangsa， semua 变成主动了 ，semua 请看他在做什么？semua jingla 他在说什么东西呢？ tu suarno bangsa， 然后所以这个受格是受词是 suarno bangsa， 所以这个 tu 是受格好，所以这个 OK，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句强调句这个也是一样我在跟你说我就是强调句，我在跟你说现在就要加，我们对照一下有印象一下，这个是刚刚没有受词的是我跳太快了，是不是？我刚刚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应该上这个。好，我跳到一页去了。好，我们刚刚是用这个感恩有受词的有受词的，然后现在呢也是一样中缀动词字根没有受词的好，那字根呢是几盖是跑步，那它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几盖是跑步这个动作那如果是当名词使用的时候，也是变成跑的姿势，跑姿好，那我们这边把它当作是动词几盖。那主动的时候呢，就一样加中缀主咪盖。谁在跑呢？嘎造，主咪盖就嘎造，所以主格标记是用鸡主咪盖及嘎造在跑步这样。那我待会再来讲解那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先来看第二句。如果要变成强调句呢，就直接在加完中缀之后，前面加一个嘎就好了，变成嘎朱咪盖。好，嘎朱咪盖，即嘎造，所以嘎造一定要跑步。我跟你说嘎造一定要跑步，所以你是嘎造吗？不是，你是你嘎造是嘎造，所以我是跟你讲，不是跟嘎造讲嘎朱咪盖即嘎造。当我跟你这样说的时候，是要强调就是说
嘎造一定要跑步。那有可能你是教练之类的哈，那我是家长这样，那嘎造可能是我的小孩，所以我就跟你讲，强调一下，嘎做咪盖就嘎造，就是嘎造一定要跑。好，我跟你说了哈，嘎做咪盖就嘎造这样子。好，祈使句也是一样哈，嘎做咪盖，我跟你说哈，其实命令你，所以我是命令你了哈，嘎做咪盖，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不是我前面讲的这个教练哦，你可能你就是嘎造这样，嘎做咪盖，一定要跑步，我命令你哈，嘎做咪盖，所以这个情境一定要要设定好哦，设定好。好，那可能有的人会问我现在先说哈，那各位你一样，先把这3句的这个练习慢慢写哈。那写的同时，我来说一下哈，我们有时候也会讲那个，就是这个乞丐哈，他能不能接受词啊？就像这个一样哦。第一个，我们刚练习的这个是动词的字根有受词的，就是这个动作后面是可以加受词的。那我们讲这个乞丐可不可以哦？其实有时候在某种状况下是可以接受词的哦，所以它是可以没有受词，但那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可以有受词的，就好像乞丐跑在路上，跑在路上，或是跑在跑道上，有没有？那个跑道就是受格嘛，跑就是一个动词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哦，那个我发，因为已经有例句了，我们先看他的那个例句，请我发来念一下你的例句。Rumah kuda amai tengah， 那位老人在走路。Rumah kuda amai tengah， 那位老人一定要走路。Rumah 一定要走路。好，谢谢吴发。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讯息栏这边吴发的例句哦，它的字根是 rakat， 就是走路哦，走 rakat。那主动这个 rakat 它是中缀的，所以如果要变成主动的走路，变成一个动词哈，在句型里面可以使用的一个动词，就要加中缀，加 on。rumakat 这样子就加在第一个子音的后面啊，第一个字子音的后面 on 这样插进去一个 on， 所以念法变成从 rakat 变成 rumakat kura amari tengah， 那位哈那位或是那个 kura amari tengah 那位老人 mari tengah rumakat kura mari tengah 就是我在描述一件事哦，就是那位老人在走路这样 rumakat。好，那如果变成强调句呢？强调句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有一个对象，就是我在跟你说一件事哦。那什么事呢？Karumakat kura amali tengah， Karumakat kura amali tengah， 那位老人一定要走路哦。那我现在是跟你讲，就是强调说那位老人一定要走路。好，所以一样 on 保留前面加一个嘎，好，好。那第3句哈，一样哦。如果说我们把这个2、3句哈，如果我因为它都是有对象说话嘛，它是有一个对象，所以我2、3句我们如果把它连接在一起啊，就是一样同一个对象都是你哦。
所以我说 garumakat 的时候是叫你要走路哦，好，不是那位老人哦。garumakat 如果我再跟你讲说 garumakat，所以要走路的人是你哦，是你要去走路，就是命令你要去走路哦。那可是第二句呢 garumakat kura amali tengai， 我只是在跟你讲说强调哦，就那位老人一定要走路这样子哦。那用什么方法走路不晓得啊，就是这个是你的事，我只是强调而已。就卡鲁马卡图拉马里等待啊，强调，但是我没有叫你去做了，我只是强调这件事这样。那谁要让这个老人走路呢？不晓得哦，任何人都可以。我只是跟你强调说，那位老人一定要走路哦。卡鲁马卡图拉马里等待，那跟卡鲁马卡又不一样，卡鲁马卡是我叫你走路这样子。好，那这边哈，这边最下面这边你看哦，我先请 Alex 来念好了。不是，那个我们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哎，更有声音了哈。有。然后 Rumadiu 吉巴奈在唱歌 ，Garumadiu 吉巴奈一定要唱歌 ，Garumadiu 一定要唱歌。好，谢谢秀兰姐。好，秀兰姐的字根呢是 Rasiu 呢，是名词。好，那可不可以是动词呢？Rasiu 是歌哈，所以它好像是它是名词哎，是吗？对不对？对啊唱，Rasiu 啊，是我这边写这个没有关系哈。你的那个例句是没错啦，只是说我这边写是说动词字根哈，那没有关系，我们一样看哈。所以这个名词它是名词字根哈 ，Rasiu， 所以我要 Rasiu 它是名词，我要变成一个动词的话，就是加中缀 Rasiu 就变成唱歌哈 ，Rasiu 就把那就是把那在唱歌。好，那其实这个是可以加受词的呢，对不对？像我这边说动词这个没有受词 ，Rasiu 是可以加的 ，Rasiu do Rasiu， 有没有？加 Rasiu 吉巴奈杜拉丢，就这样吗？对，那个 Rasiu 就是受词啊，所以它有一个它是可以加受词的。好，那没有关系，我们把它念完哈。Garumasiu 吉巴奈，也就是我在跟你讲说，强调哈，Garumasiu 吉巴奈一定要唱歌哈。好，我是强调这件事哈，巴奈一定要唱歌这样。那第三句呢 ，Garumasiu 那就是你咯，因为我在跟你说话 ，Garumasiu 就是你一定要唱歌这样。你要唱歌。对 ，Garumasiu 对，所以要做动作的那个是你哦。好，我们来看那个 Alex 的，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Rumahash 古达玛纳高丽菜在生长 ，Garumash 古达玛纳高丽菜一定要生长 ，Garumash 一定要生长。好，谢谢 Alex。好 ，Alex 的例句的字根呢是，hash 就是把那个 on 减掉，去掉就是它的字根，hash 就是什么？成长、长大、成长哦，hash。所以要变成主动的动词就叫中缀哈 ，rumahash 成长 ，rumahash go damana 高丽菜哈，好，主格哈，rumahash go damana， 所以是在描述一件事哈。那第二句 garumahash go damana 就是我在跟你说 garumahash go damana 高丽菜一定要生长。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下那个情境。这个情境，我为什么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那个
要有那个剧情哦，要有情境，是因为你才知道以后要怎么用哈。如果说没有画面的话，你就不知道，诶，这个什么时候用，这一句话应该怎么用。所以我是还要解说一下那个情境，这样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哈。像第二句 g a l u m a h a t ku damana， 我再跟你讲 g a l u m a h a t ku damana， 我是强调，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达玛纳可能是我们在种的，那有可能我们是卖菜的。如果这个高丽菜不涨的话，我们就没有钱可以卖了，就是没有菜可以卖钱，或者是家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吃哈，所以我才会讲这一句。嘎鲁玛哈古达玛纳，那我可能是你的爸爸，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是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老板这样。做生意的话，我就是老板；在家里面的话，我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哦。嘎鲁，那我再跟你讲说，嘎鲁玛哈古达玛，那我再跟你讲，强调哈，这个高丽菜一定要生长，不然的话，我们下个月就完了，没有生意可以做，或者说没有菜可以吃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你就可以讲这一句话。这样可以理解哈，就是我那个意境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去讲这句话。然后是在强调哈。好，那第三句哈 ，Alex 的第三句 g a r u m a h a 这个就跟那个达玛纳没有关系了哈。这一句就跟上面虽然字跟词一样，不过是两回事哈。因为我在跟你说 g a r u m a h a 就一定要成长哈，我是命令你了。那一般讲的那个 g a r u m a h a 就是说。因为我的对象一定是你嘛，不是那个达玛纳嘛，我不可能跟那个高丽菜说，哎，你一定要成长，不可能嘛，他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我的那个对象一定就是人。那如果虽然是人哦，也不可能是动物了，因为那个跟动物说这个没有意义哦，他听不懂，所以一定那个对象就是人。所以当我跟你说 Garuma Has 的时候，一定要成长的时候，其实讲的是说那个。就是说一定要吃东西，然后长快一点的意思啦，就是命令你，阿鲁玛哈，就是一定要长快一点，长高大一点。那个背后的意义就是说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多吃饭，多吃菜，才有可能鲁玛哈，对不对？那个是背后的意义。所以我是命令你一定要达鲁玛哈，命令你一定要成长，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说的，要有背后的动作，所以我就会讲这一句。好，这个是背后的意义。好，那个后面因为8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哈。那详微的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解释哈。我们先休息到8点10分，我们再。我们继续哦。来，下一个是，好，我们请祥威来念你的例句，可以吗？好，朱咪该即心是，甲朱咪该是即心是，朱咪该。好，谢谢祥威。好，那这边呢，啊，接着祥威只是把那个我的例句这边改成那个嘎造改成老师嘛。不过呢，那个祥威你这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你看哦，我的例句这边写竹米盖及嘎造，好，那你这边写竹米盖及形系哈，那形系的话哈是主词嘛哈，主词就是老师在跑步嘛哈，竹米盖，它的格位标记呢要用估。因为老师这个名词它是普通名词，
所以我们的那个格位标记就是这个所谓的格位标记，就是那个老师形系前面的这个鸡哈。如果是老师的话，你的那个格位标记要改成孤。那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是普通名词，普通名词的话，它的格位标记做主格的时候要用孤，所以你这边要改成主咪该孤星系这样子哈，主咪该孤星系这样。那为什么嘎造是用鸡呢？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大家的习惯了哈。那人名的话都是用鸡，所有的人名哦都是用鸡，几巴奈几嘎造几扫马都是用鸡哈。人名的话，还有一个呢，使用鸡就是长辈，就是你的家人哦，你的亲属，而且是长辈的，主咪该及阿公，主咪该及姨娜，哦，主咪该及妈妈都是用鸡哈。就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哈，都是用鸡这样。那人名也是用鸡这样。星系，星系，我已经好，有我有看到，主咪该个星系，对，老师就在跑步。好，主咪该个星系，好，这个好，第二句哈，主咪该个星系，好，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主咪该个星系，这个就是你在跟某一个人说话，那嘎朱米盖古信息，当你看哦，如果我在跟你说话，我说我强调就是我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老师一定要跑步。朱米盖古信息，这个是等一下我突然忘记断片了，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忘记了。好，没有关系哈。老师一定要跑，所以这个我在跟你说，那跑步的人呢是老师哈，不是你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跟2、3句要注意一下。总米盖一个形式，我虽然对你说，但是要跑步的那个人呢是老师，老师一定要跑步。我只是在跟你讲说，这件事强调这老师一定要跑步这件事而已，我是跟你讲哦。那第三个呢，总米盖。应该就是一定要跑步，那谁要跑步就是你哈，因为我在跟你说话。第三句是祈使句哈，就是我命令你，应该一定要跑步，这样。好，那我继续讲一下，就是我刚刚有事先提醒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PPT 哈，最下面这边，如果我们使用的这个字根哈。是没有办法接受词的，那就没有被动句型哦。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的字根是没有受词的，就是没有办法接上受词的哈，那它就没有被动句型。那可是呢，我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个也是我前面没有注意到的。那这个跑步可不可以有受词？好像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有受词的，就是我跑这个跑道是我跑步的，就是被我跑的这个跑道是被我跑的，所以有没有受词？有哈，所以这个跑道或者说这个马路就是被我跑的，所以那个受词就是这个马路或者是跑道。
所以它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有受持的就是这个基盖，那就会变成这个字根，如果是基盖的话，马基盖呀、咕嘎祖米盖样，嘎祖米盖样就是跑步的地方，就是跑道嘛，或者是拉烂，像那个拉嘎也是刚刚那个我发提的那个例句这个拉嘎也是它也是跟那个跑步是一样的我这个马路是被我走的，所以它是可以，这个拉嘎是可以有受持的那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单词表，就是 PPT 最下面那边写的那个中缀的字根参考那边，虽然我们是把这个拉嘎还有乞丐是归纳到这个没有受持的可是它在某种情况之下是可以有受持所以它是两种，没有受持跟有受持的，所以可能在中文翻译上就会有一些的稍微调整一下。如果讲说，就是有受持的话，我们就变成跑在，没有，就一个字就好了，跑那个马路，有没有？跑在马路，就是那如果说没有受持的话，就变成那个，就翻成跑步这样子，或者是走路。那如果说有受持呢，就是一个字就好，走在或是跑在这样。跑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所以它会有受词。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我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让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一样也是赶快找就是中缀的名词字根这个刚刚那个秀兰姐都有使用过再写一次也没关系不过稍微变化一下看看能够变化到什么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缀的字根，名词的字根那这个上面这个看一下这个名词的字根有时候可以接受词，或者是不接受词那它的这个规则也会有时候会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会比较不固定这样。好，中缀的字根，名词字根才几个？4个而已很少。好，我来念一下句子字根是苏阿了，苏阿就是说，或者是语言讲的好，那要变成动词的话，就加 om 苏摩阿了因为它是中缀的字根苏摩阿的经拉都苏阿的努邦在。这我刚刚前面有稍微示范了一下阿美族语就是苏阿的努邦在，苏阿就是语言苏摩阿的经拉都苏阿的努邦在。他说阿美族语什么主动的说，这是主动句型好，所以你看它是可以接受词的，所以这个受词是什么？苏阿的努邦在就是受词嘛所以前面一定要有受格，就是这个都。苏摩阿金拉都苏阿的努邦在都一个受格。好，如果是强调句呢，也是一样不管是强调或者是祈使句，都是在跟对方说话的一个情境之下好，所以一样保留这个 om semua 这一样保留，前面再加一个嘎 semua 强调semua 的精拉度，这是在主动的时候会是这样子semua 的精拉度 semua 的努邦在，所以我在跟你讲说semua 的精拉度 semua 的努邦在，
就说他一定要说阿美族语。所以这是所以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哈，我是跟你强调说，他一定是另外的人，他一定要说阿美族语，不是你要说，是他一定要说。好，可是莫尔辛呢都说了帮助。那像第二句这个强调句可是莫尔辛呢都说了帮助，是你是因为我现在在跟你说嘛，那是你要去做这件事吗？其实也不一定，我只是去强调了这件事。他一定要去说阿美族语，可是莫尔金呢？那是你要去教他吗？也不见得。所以他这边没有很硬性的那个含义去说，你一定要去让他教他说阿美族语，没有。我只是在强调这件事而已。那做这件事的人可以是你，那也可以是任何人这样。我只是在强调这件事而已，说那个人他一定要说阿美族语，可是莫尔金呢都说了帮助，这样子所以这个只是强调做这件事的人不一定是你，我只是在跟你说而已，这样。好，那第三句其实就是命令了，我就是命令你了。可是莫尔都说了帮助，好，可是莫尔都说了帮助，这个是谁就是你啦，因为我在跟你说嘛，可是莫尔都说了帮助，就不是他是你你要说阿美族语你一定要说阿美族语。可是莫尔都说了帮助，其实我们汉南那就是你啦，我说的就是你。可是莫尔都说了帮助，这样就是命令对方。好，一样我们一样做练习名词的字根就那几个没有关系，我们就多做练习好，我们请吴发来念你的例句。杜米登金拉伊巴布达，他在外面站着。嘎杜米登金拉伊巴布达，他一定要在外面站着。嘎杜米登伊巴布达，一定要在外面站。好，不过那个，好，我们来看那个吴发的例句它的字根是迪楞，好，迪楞是身体身体的意思。所以如果要变成一个变成一个不好意思，变成一个动作在句子里面要使用这个迪楞的话，就要让它变成一个动词的话，就要加中缀 dumiren。好 dumiren 就是变成站立了站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发的这个第一句这个字根迪楞是身体原本是身体字根的意思是身体，是名词加了中缀 om 之后 dumiren 变成动词，然后它的意思也改变本来是身体加中缀变成动词之后，它的意思变成那个站起来站立或是站着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那个中缀有时候会是这样子还有那个就是加这个词缀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子，有时候意义都完全变了那不像这个，像那个刚刚前面有一个，我们先看那个 PPT， 你看那个说字跟说的话是说的意思，或者是语言，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在动词的时候，说就是说的意思那如果是名词呢，就是说我们所讲的那个话，就是马汉古啦语言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话。
那我们也可以说是语言说了这样的。那加中缀说话就是说，所以跟刚刚的你看，刚刚说动词的说加中缀说话了，它还是动词哦，只是它变成一个在我们那个句型里面可以使用的一个方式哦，说话了，说什么东西这样说啊，跟它原本的字根的意思是一样的哈。那这边无法的这边呢，多米楞从敌人变成多米楞，意思完全变了哈。所以这是加词缀有的一些特性哦，有时候加上去意思没改变，那名词变成动词这样子，或者是动词还是动词这样，那有的就是会改变的哦。所以这个这个是需要背啊，这个没有办法理解，是需要用背的。当然就是也不用刻意背啊，就是多念多看，多念多看就会背起来。好，无法的第二句呢，一样啊，就是多米楞这个要保留哈，OM 要保留，多米楞前面再加一个嘎，多米楞进来一巴不大了。好，我再跟你说，多米楞进来一巴不大，他一定要在外面站着，在外面就是一巴不大了。好，刚刚忘记讲这个巴不大，它是一个地点嘛，就是外面，所以它前面要加一个一这个介系词哈。我们也可以讲作是这个格位标记哈。我们讲介系词啊，介系词啊，就是地点的介系词，一巴不大，一不送，一嘎林固，就是一个地点的介系词，前面加一个一这样子。巴不大了，我再跟你讲，他要站在外面。好，那没有要叫你干嘛？好，我再跟你说，我没有要叫你，我只是强调说，他一定要站在外面这样子。好，第三句呢，卡多米楞一巴不大了，这个讲的就是你了哦。当我在跟你讲说，卡多米楞一巴不大了，就是你要站在外面了。现在你被我罚站了，卡多米楞一巴不大了，你站在外面的意思啊。所以做动作的是你。好，那我命令你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继续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Rumah Suji Alik Du Lasunu Bangsa Alik 唱阿美族的歌。Rumah Suji Alik Du Lasunu Bangsa Alik 一定要唱阿美族的歌。Rumah Suji Lasunu Bangsa 一定要唱阿美族的歌。好，谢谢 Alex。Alex 的字根是 Latiu 哈，Latiu 就是歌，那它是名词，对，歌哦，歌曲这样。那加了 OM 呢，就变成唱，所以它就是意思有点改变了哈，本来是歌曲 ，Romatiu 就变成唱，就变成动作了。好，那 Romatiu 是阿里好，Do Ratiu no Bangsa，Ratiu no Bangsa 就是阿美族的歌了哈，阿美族的歌。那阿美族的歌，如果说以现代来说哈，因为我们现在都讲国语嘛，所以阿美族的歌不一定是族语的哈，因为你看哦，我们阿美族人做的歌比如说张震岳，张震岳是阿美族人嘛，那可能有两种意思哈，我只是突然想到有两种意思啊，一个就是如果讲说拉丢努邦扎，那可能讲的就是用阿美族语写的歌了哈，就是阿美族语的歌这样的。我弄一下过来过来，多阿斯多阿拉丢啊，就是用族语唱的。那有一种呢，现在像那个署命啊，还有什么一些他们写的歌，其实都是就是蛮怎么讲，就是传承阿美族文化的，可是都是用中文写的。那个可不可以叫做拉丁邦扎？我认为是可以的。
哦，所以可是中文的，所以不一定是主语哈。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情境哈，就看你想要讲的是什么。那我这边提供这个想法，就是说两个，拉丁努邦扎，那可能是呀，乌里在那里，乌里现在是我们邦扎，在教，就它的歌词是属于是阿美族语的那个语言这样。那有时候是荷兰中文的，不好意思啊，这样，好，这两种意义哈，只是说看你要怎样去表达你的想法。好，第二个 Garumastiu 一样哈，保留 on。Garumastiu 及阿里杜拉丢的同在，阿里一定要唱阿美族的歌，好，那后面这个也是一样，跟上面的这个一样哈。我再跟你讲，那阿里一定要唱阿美族的歌，那阿里可能是要参加那个啦，可能是要参加那个歌唱比赛，或者是唱卡拉 OK， 或者是要那个丰年祭的时候没点就爱，就是要领唱的哈，所以我才会讲这句话哈，就强调一下，我跟你强调哦，我可能是头目了哈，那你是负责活动的，那我就会跟你讲这句话。卡鲁马丢加里杜拉丢努邦扎，我要提醒你哦，阿里一定要唱阿美族的歌哦，哦，就这样子哦，这样可以知道那个意境哈，什么时候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就要有那个意境。好，第三句呢，卡鲁马丢多拉丢努邦扎，你这个就是讲你了哈，我在跟你讲话。卡鲁马丢多拉丢努邦扎，就是你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就是阿里哈。那你一定要唱阿美族的歌哈，假如马丢多拉丢邦扎这样子，命令你。好，那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跟上一句一样，都用 Romadio 哎。啊 ，Romadio， OK， 好，这是我们刚有说过的嘛哈。对，所以不用念了。哎，好，谢谢秀兰姐。那我们请祥威来念你的例句。好，semua kisu tunu, semua kisu tu suat nu banza。我说你说阿美语，semua kisu tu suat nu banza。你一定要说阿美语，suat tu suat nu banza。一定要说阿美语。好，谢谢祥威。来，星星。好，那我们来看看祥威的例句哈。Semua kisu tu suat nu banza。Semua kisu tu suat nu banza。啊，因为它是用基数嘛，所以你的我刚刚本来是我嘎固，那就变成嘎固了吗？后来我还是说基数好了。好，那基数啊，中文的话就要变成你在说阿美语哈，中文就是变成你嘛，什么基数？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我这个主要还是对祥威说了，你看哦，像那个 semua 是动词嘛哈，那如果我说嘎造在说阿美语呢，它的那个格位标记就是用 semua 及嘎造，对不对？主格嘛。那 semua 及嘎造都说了努邦在后面都没问题哦。那为什么基数没有那个呢？没有格位标记呢？还记得吗？因为你会用啊，什么的基数？哎，不是有一个鸡或者是渣或者是菇，有没有？为什么基数就没有渣、鸡、菇这三个？因为这个基数其实哈，它里面就有那个格位标记了。这个菇一数有没有？菇一数，那说念变成基数了，就变成这样子啊。这个还记得哈？这个，哎，这个好像是在不好意思了，这个是在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有讲过的。好，反正那个祥威你知道就好了哈。好，
那第二句呢 ？Semua kisah tu suaranu bangsa。好，其实这个哈，Semua kisah 这个其实是祈使句耶，因为我在跟你说话嘛，所以Semua kisah tu suaranu bangsa 这一句哈，想一下哈，好，可以了。这个强调这个 Semua kisah tu suaranu bangsa，这个可以。好，不过这个可能比较容易会变成那个祈使句的感觉。那我们如果使用强调句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就是我在讲描述一件事这样子，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第三人称，或者是第三位这样子，就是我在跟你说话，然后我在说一件事这样，它有一个第三人称啊，他或者是他们，或者是人名这样子。那这边的话，这个比较很容易会变成那个祈使句，因为我在跟你说你一定要干嘛，那就是祈使句啊，对不对？那其实祈使句怎么说？就是下一句啊，所以它是一模一样的。我讲的就是你。它其实是一样的哦，只是多了一个那个技术，所以第二句严格来说它是祈使句，好，它不是强调句。哦，这个对，所以那个我们有时候要可能就是稍微分辨一下，就是强调句其实还是在说一件事这样子。那我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就特别跟你强调一下，讲那个就是我在跟你讲，然后有一个对象就是你。那第一句呢？第一句我只是在说一件事哦，什么吉拉都说了吧？这个也可以变成对话当中的一句话了。那但是它这个比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说我是在跟人说话，没有，我也可以自言自语啊，我或者是在表述一件事啊，什么进来都说那个方式，不一定会有个说话的对象，不一定。可是第二句呢，会有一个说话的对象，比如说我们正在对话，但是我就强调一件事情，这样。可是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说阿美族语，那就是强迫你了，那就是祈使句了。所以我刚说那个详微的那个第二句跟第三句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个那个主格，你一定要说阿美族语。我没有在描述一件事嘞，我是要叫你，我是命令你去做这件事，所以是跟第三句是一样的哈。好，没有关系哈，就是如果我们还不理解，可以都提问哦。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好，那一样就是动词句型里面的第五个不是1、2、3、4，第四个啊，方向性动词啊。好，方向性动词赶快找哈，1、2、3，三个而已。好，目前的话想到3个了，还有吗？有戴拉、戴尼、马瑞，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哈，不晓得。那我们来看主动句型戴拉基因那一不送。好，戴拉是去往的意思哈，去，所以它是方向性的。去哪里呢？以不送是一个地点，所以前面有一个那个介系词哈，以不送，以格林库，以桃园，以America 好，随便哪边就只要有个地点就是加以猪啊，有没有？以戴拉基因那好，以那是主格，
那他是长辈，我的亲人，直属的亲人长辈哦，所以他的组合标记是吉吉呢，带拉吉呢，带拉吉阿公，带拉吉嘎昭伊不送，都是用吉哈。那嘎嘎呢，其实有诶，像我们的部落嘎嘎也是会用吉，带拉吉嘎嘎伊不送，这个就我的哥哥了。如果用姑呢？带拉姑伊娜伊不送，带拉姑伊娜伊不送，这个伊娜就不是我的妈妈哦。我只是在说一件事，说这位妈妈姑伊娜，哦，不是我的妈妈，但是这个人呢，他的身份是妈妈，所以我就说带拉姑伊娜伊不送。所以在中文翻译上，也可以讲妈妈去台东，可是我们的想法里面，如果我说带拉姑伊娜伊不送。我们可以翻成妈妈去台东，可是我们的那个想法里面要认为，就是那个处境就是这位妈妈哈，就是这个妈妈跟我没有关系的这个妈妈，她去台东这样子。好，强调句呢一样哦，就是这个字根前面加嘎，好，那这个都是独立的，不需要加这个带拉好变成主动动词。不需要前缀咪跟妈，或者是中缀都没有，它是可以独立的去那个哦。好，强调句的话就是叫嘎，带拉基因呢一不送，好一样哦。跟主动的话都是前面加嘎哈，那这边呢直接加一个嘎，带拉基因呢一不送，所以我是跟你说，哦，我不是跟妈妈说，我是跟你讲。妈妈一定要去台东，这样就强调这件事哦。个带拉基因呢也不送。好，第3句呢，改带拉一不送。现在这个就是你要去了，因为我跟你讲说，个带拉一不送，就叫你要去啊，去参加丰年祭。带拉一不送，这样命令你去。好，啊，这边也是一样哈。这个方向性动词的话，这3个就是因为它没有受词，所以没有被动句型，没有说马呆啦，没有，或是马呆腻，没有。好，来练习看看哈。呆腻呆啦，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方向性，还有一个叫做那个马瑞，对不对？它是方位的方向。方向是呆啦呆腻，如果是方位的马瑞，哦，它是一个位置。所以它是马洛就没有那个词缀，它直接可以单独使用的哦。好，一样的这3句要练习了哈。虽然它的那个字根比较少。这个其实很好写了哈，我就直接讲了。如果是带你去因那一不送也可以啊。妈妈来就变成妈妈来台东了。所以当我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带你去因那一不送，所以我的人在哪里？我在台东。妈妈不知道从哪边，反正妈妈就是来台东了，所以我的人在台东这样。带你去因那一不送。如果带他去因那一不送，妈妈去台东，所以妈妈本来不在台东哦，那我也不在台东，所以我才能讲这句话。这个我们讲的那个不送哦，不送，如果我们台东人讲的那个台东市哦，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嘛长滨啊，在大武啊，如果我们讲说带来一不送，如果我们在台东讲不送，讲的是台东市哦，这
这个可能要那个，你看，如果说我们在外地哈，如果我们在外地，就是台东以外的县市，我们讲不送的时候就讲台东县。哦，只要你看啊，只要你从桃园跑到那个，不好意思，如果你从桃园然后到那个三仙台，那个就叫做台来一步送哈，去台东。可是如果我在台东里面哦，我说台来去那一步送，我讲的我人已经在台东了，然后我又说台来去那一步送，就是说妈妈也在台东，可是这个时候这个不送是台东市哈，这个是我们的习惯的用法，顺便提一下哈。所以当我们在台东的时候讲这句话，台来去那一步送，讲的是说妈妈去台东市，哦。那如果说我们在外地，台来去那一步送讲的是说妈妈去台东县，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哦，只要有进到台东那个什么地区行政位置的任何一乡、任何一个村，都是去台东哦。哦，这个有一点区别哦。好，我们先来看那个吴范的例句啊，请吴范。对，Dani ku utang aku台湾，我的朋友来台湾。Dani ku utang aku台湾，我的朋友一定要来台湾。Dani台湾，一定要来台湾。好，谢谢吴范。好，吴范这种字根是Dani哈，Dani ku utang好一样哦，就是地点是台湾嘛，台湾，所以那个介系词用一台湾。好，那这边的它的主词是什么？维朗阿姑，我的朋友，维朗阿姑。那我的朋友是什么？普通名词，所以它的那个格位标志用姑。带你姑维朗阿姑，我的朋友过来，来哪里呢？以台湾，我的朋友来台湾这样子。稍等我一下。好，我发的第二句呢，个带你，一样哦，带你加前缀加，个带你就变成强调句哦。个带你故意让啊，故意台湾，个带你故意让啊，故一样哦。它的主词故意让啊，故我的朋友哦，普通名词所以故哦，故意让啊，故个带你故意让啊，故意台湾，所以我在跟你说话哦。带你回台湾，好，我的朋友一定要来台湾。那这个有可能，这个处境哈，我们来形塑一下这个处境哦。这个有可能就是我在跟我的朋友，我们在那个网络视讯，或者是讲那个越洋电话，不，那我的朋友在哪里呢？不一定在国外了，他有可能也是在台湾呢。好，我们就说我在讲这件事哈，就强调说我的这位朋友一定要来台湾，带你回台湾，就是我在跟你讲，然后我的这位朋友呢一定要来台湾，那我跟你讲这件事干嘛呢？就是那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你跟我的朋友的关系是什么？我来想一下啊，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呢？好，我的朋友一定要来台湾，所以带你回到好，其实这个我认为不用解释，因为这个其实处境还蛮多的哦，可以任何处境都可以去塞进去当做那个剧情。
就是说你可能是我的，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你是我的兄弟姐妹，刚好呢你也在国外这样子哈，然后呢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国外的朋友，就是老外没有来过台湾，然后我就跟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姐姐好了啊，说我这个朋友你要照顾哦，那我的朋友一定要来台湾，就是你可能也要回来了。然后我就跟你讲，就强调这件事说，带你回台湾，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希望你去说服我的朋友来台湾。那这件事是你要去说服吗？也不一定哦。我刚前面有讲，我只是要强调这件事，说他一定要来台湾。那你想办法，你要不然就是找任何的方法，就让他来台湾这样子哦。那这件事也不一定是你要做，你做也可以这样子。那我们的关系就成立了嘛？你是我的家人，然后你在国外，刚好我的朋友就在你家，就是是你的邻居这样。那我的朋友一定要来台湾，因为我想念他，你想办法让他来台湾，所以我就会讲这一句。带你回台湾，就是我在跟你讲，但我没有命令哦，所以我刚刚说没有一定说你要做这件事，我只是强调我的这个朋友一定要来台湾了，带你回台湾。那如果他不来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强调而已，我没有命令哦。好，那像这个第三句就是要命令哦，带你台湾就是你哦，好，你是我的姐妹，我的兄弟哦，要回来了，那个家里要办丰年祭，带你台湾要回来台湾，好，带你台湾这样子，所以你要回来这样，好，可以理解哈。好，我们请那个祥威来念你的例句。好，Taira ci akong ilutok. Kataira ci akong ilutok. Kataira ilutok. 好，谢谢祥威。那这三句呢，其实就跟那个例句的一样，大同小异哈。因为就是我们就看那个 PPT 的那个例句就可以理解哈。卢豆就是山上哈，它也是一个地点，比如豆就加一个介系词。好，阿公一定要去山上。这个第二句哦，强调句就可以按照我刚刚的那个解释的方式去理解哈。主要什么？我们在造句的时候，主要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用到它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去使用。那你就去想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一句。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表示虽然你造的句是对的，可是你并不理解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是那个背后的意义，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用它，用不出来。好，那我们请那个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Taira ko ba inayan agad kami adop ilutok kagad山上打猎。Kataira ko ba inayan agad kami adop ilutok 哥哥一定要去山上打猎。Kataira ilutok 一定要去山上。好，谢谢秀兰姐。好，我们来看它的字根是Taira哈，Taira ko ba inayan agad kami adop ilutok。好，哥哥去山上打猎。其实好像这一句啊，我们写文章是可以这样写，是没错啦。是哥哥嘛哈，就是说年纪比你大的男生，就是你的家族反应那样的嘎嘎。那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那个我们在跟族人对话，就说嘛，反正都给他都那鲁马安努米达里。就不用讲反应那样那个嘎嘎按照，因为那个动作是米阿杜嘛，一般在部落的话米阿杜拜反应那样那这个嗨，所以这一句就可以省略嘛，带拉古嘎嘎米阿杜比如都，这个会比较是对了，
可是这一句秀兰姐，你这一句其实是没错的，我只是在讲说，可以省略。那个，可是那个省略的状况是，我们都是认识的嘛，我们是族人，米阿多拜一定是反应那样嘛，很少很少，我也没有听过是女生去打猎，所以米阿多拜反应那样都是呀，古反应那样，这个就可以省略嘛。Tera ku kakak mi asup ilutuk，所以这个如果讲姑的话，姑嘎嘎，那就是不一定是自己的哥哥，可能是部落的我们的亲戚的嘛，比你长辈，对，比我年长的，我嘎嘎安达长了越来，所以你的格位标记是用姑嘛，姑嘎嘎。好，那后面也都是一样，第二句，也是一样。第三个也是一样，带来一路多，这个就是你要去山上哦。带来一路多，就是你要去山上的。好，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马洛古马拉盖盖以巴拉方案，没人坐在客厅。嘎马洛古马拉盖盖以巴拉方案，没人一定要坐在客厅。嘎马洛以巴拉方案一定要坐在客厅。好。谢谢 Alex， 这边有一个字哈，我们先看看马洛古马拉盖盖，盖亚盖，没人，我们这边讲盖亚盖是桥嘛，可是他也是没人，对啊，就是我们其实是用那个媒人，因为我们的族以前没有媒人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媒人是汉人的那个结婚的一种习俗啊。那所以我们就是用他的那个那个意境哦，去翻译那个媒人，就变成盖亚盖，就是桥。那他意思就是说，让这两个人有交流，然后盖亚盖喊过来当招领，盖亚盖就是桥，就是媒人的意思了。不过像这边那个，我不知道哎，像 Alex，你那个字根是我拼错了，是盖亚盖，谢谢我的错，我拼错了。OK， 我以为说还有另外的那个，没有。OK， 好，巴拉方案就是客厅哦，拉放这个也是巴拉方案，这个也是构词哈，字根就是拉放就是客人，那巴拉放就是说，巴拉放给就是使客人招待吧，招待，那招待客人的地方是巴拉方案这样子哦。好，所以第二句嘎马罗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前面的都是差不多。然后第三句呢，嘎马罗巴拉方案指的就是你哦，好，不是那个媒人哈，我只是说你嘎马罗巴拉方案这样，好，你要坐在客厅里面的命令你啊，好的。Tiny Zakupi Nanamita tu suara numita misa masa bangsa hai ha anini saya itini I carai ami linshu ta alai hanaku kamu tu pi zuker namu tu pi pasifana namaku 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儿哈。